继续来到台中，一个还未满月的小男婴，啉牛奶了后，婴儿啊是用喷的，妈妈进着急，抱到急诊室。医生发现这个小宝宝的头壳中明显扑出来，像皮蛋安尼定定。一个检查不得了，头壳来出血。原来囡仔爸爸有甲囡仔大力摇、大力害。医生讲，红婴仔脑部甲暗水也未发育完全，大力安尼摇害，真会造成伤害。婴儿后，妈妈抱起来大大的饲奶，但是啉完煞吐奶，还过一直好，这时爱提高警觉。有问题的吐奶是它跟进食没有很明显的关联哦。那再来就是它吐奶的压力张力是比较高的，它会是比较喷射状的吐。医师讲，一般新生儿容易吐奶，但是没有压力的喷射。台中有一个还未满月的新生儿，妈妈紧急带到急诊室，甲医师讲，囡仔啉完奶了后，经常会吐奶，而且愈吐愈严重。那前心门的状态就是它已经明显的膨起，而且摸起来的质地已经像皮蛋一样，就是比较有弹性、比较有硬度的情形。医师发现婴儿头壳内出血，而且已经影响视力。妈妈才讲，爸爸曾经甲伊大力摇害。他可能就是被比较不适当的抛跟甩啊，或者是碰撞。这查甫婴急救了后，恢复的状况真好，已经出院。医师讲，这婴儿暗水肌肉发育也未完全，千万袂使大力摇害，迄才是用弹的，安尼真容易造成脑部伤害，但是未有明显的外伤。因此，囡仔若喷声吐奶、眼神涣散，迄才是一直哭一直乱，拢要特别注意。婴儿父母深受消极不适当的对待，并已经通报社会局介入调查。